78歲嘅葉婆婆最近因為牙痛搞到好辛苦，痛到佢食嘢都唔得，連飲水都覺得唔舒服。牙痛唔單止影響咗佢嘅日常生活，仲搞到佢瞓唔着，心情好煩躁。葉婆婆聽講政府有牙科街症服務，但佢唔識點樣上網預約。根據調查，65至74歲嘅長者中，大約40%淨係得少過20隻天然牙齒，甚至有半成長者已經冇晒牙。對於唔熟悉網上操作嘅長者，衛生署提供現場協助，只要喺星期一至五早上8點半至11點半去到牙科街症診所，就可以由職員幫手完成登記。另外，社區中心應該實施以下3大護齒建議：舉辦牙科健康講座，普及護齒知識，提供免費或低成本嘅牙科檢查，設立護齒教育角，展示資訊同資源。而家香港有多項牙科資助計劃，政府牙科街症服務提供緊急服務，包括止痛或脫牙，但唔包括補牙、洗牙、鑲牙、拆除牙橋等服務。另外，箍牙前嘅脫牙都唔喺服務範圍內。醫療券幫助65歲或以上嘅長者支付私營基層醫療服務嘅費用。每名合資格長者每年可獲發2000蚊嘅醫療券，累積金額上限為8000蚊。醫療券可以用嚟支付包括牙科服務喺內嘅多種醫療服務。關愛基金長者牙科資助，免費雙活動假牙及相關牙科診療，包括口腔檢查、洗牙、補牙、脫牙及 X 光檢查等。綜援牙科資助，合資格領取綜援嘅長者可獲發一筆牙科治療津貼，用嚟支付口腔檢查、X 光檢查、洗牙、補牙、脫牙及其他牙科治療。申請人需向社會福利署認可嘅診所索取估價單，並喺獲得津貼後接受牙科服務。牙齒健康唔單止影響飲食，仲關乎生活質量。透過政府資助同社區支援，每位長者都可以獲得應有嘅牙科護理。讓我哋攜手關注長者嘅口腔健康，為佢哋帶嚟更多笑容。相關嘅社區資源連結已經放喺影片留言區，歡迎點擊查看。